虽然嘛是不幸的消息，苗栗通宵退休老师，这个有差不多44人，昨去阿里山要参观去游览，准备到后壁吊桥景观台时呢，要欣赏这个山景，结果行到一半呢，景观台木栈道熊熊煞断去，至少5个人为这关的所在摔落去，这人呢因为重伤，人煞唔知人，走到病院抢救时游园救无活。后壁吊桥是阿里山真情的风景点之一，被称之为是阿里山上水的这个线条。本来一群人欢欢喜喜出去参观游览，发生一死4伤的悲剧。救护人员赶夫妇来到阿里山出名景点后壁吊桥，过来游客都伫涂骹，表情真艰苦。哦，他不要压我啦！查某人一直咧喊疼，救护人员先到三港处理伤势。原来是因为景观北台木栈道登去地俗意外，要造一个团体下，然后就过去这个踏的这个过桥的地方，站好准备要造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滑下去了。44位来自苗栗退休教师协会成员参加2天1暝阿里山的行程，昨下晡来到后壁吊桥，5位成员行为景观台路中，大概2层楼高的木栈道煞熊熊登去，5个人当场摔落。吓一跳了！发生这个事情，大家都很难过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也没有心情再玩下去了。所有的人拢惊一下，虽然当时紧急卡救护车，也毋过山区路途遥远，救护车大概30-40分钟了后才到位。其中一个76岁细料的负责人，伤势伤过严重，送病院救无活。那另外一位病患病情也严重，那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。可能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个台风豪雨结构受损了，所以我们还做一个详细的调查。后壁吊桥是阿里山正出名的景点之一，嘛是全台湾上长吊床式的吊桥，全长175公尺，嘛红称作天梯。桥身以做作的红色、蓝色甲乌色构成，会当看到看茫茫的山景。欢喜出去佚佗，却撞着死劫，工团的团员心情真艰苦。安那意外发生的原因，阁需要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